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4月1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什么消费降级，马上就是清明节了，咱们聊一聊这个墓地降级。前几年，尤其是这个楼市低迷之前，大家还记得有很多地方报道，上海、北京很多地方墓地那价格是比那个房子要贵的，房子1平米5万6万，但是有的墓地的它的折算下来1平米达10万。墓地比房子还贵。今天虎嗅 APP 它有个报道，叫国人正在抛弃高价墓地，说白了就是消费降级，降到了墓地这儿。虎嗅这个报道它不是捏造，也不是空穴来风，它是根据一些殡葬类的上市公司的年报分析的，有数据。这文章介绍，他说过去2025年注定是墓葬类上市公司欲断魂的一年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这个墓葬类上市公司这个报表就难看了，欲断魂。墓葬类上市公司那一直是以高毛利，是以这种挣钱赚到手麻而著称，但2025年不好意思也扛不住了。作为殡葬第一股的福寿园至今仍未公布2025年全年业绩，但从2025年上半年财报来看，这家曾经市值逼近100亿港元的企业，大概率将迎来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。你能想象吗？从事殡葬、墓葬的行业的暴利行业也能亏损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另一边，福成股份的墓位相关业务虽有小幅回升，但营收规模仅相当于2019年的一半。安贤园中中国则陷入亏损的泥潭，已经有亏损的了。安贤园业绩持续低迷，就连规模较小的万同源、中国生命集团也各自面临着业绩崩塌或长期停滞的困境。原来崩盘的不止房地产了，连这个阴宅，对不对？墓地不就是阴宅吗？阴宅也崩盘。怎么说？阳世间、人世间经济不好，连累了祖宗，导致这个先人在地下过得也不好啊，先人消费也降级。文章说，这会让人产生疑惑，当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，殡葬这个特殊行业似乎本来应该是刚需中的刚需，头部企业理应在趋势中稳步增长，相关公司的业绩反而集体失速。这个确实是咱们现在老龄化，对不对？老龄人口越来越多，那死亡的人口应该更多。那按理来说，这墓葬行业那是大丰收的时候，怎么业绩还失速了呢？答案其实并不复杂，也越来越清晰。越来越想得开的中国人正在用脚投票，彻底抛弃那些价格高的离谱的高价墓园。并不夸张地说，一场殡葬行业的消费革命正在悄然发生。也就是老百姓勒紧裤腰带，不光是勒紧吃喝，勒紧活着的人消费，也勒紧了死人的消费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不仅勒紧了自己的裤腰带，还勒紧了先人的裤腰带。要读懂殡葬行业的含义，这个任正非说的，让含义传遍每个中国人。现在含义要传遍先人，要传遍死去的人，这个现实就这么残忍。首先要从福寿园的业绩崩塌说起，这家企业的处境就是整个传统殡葬行业的缩影。2024年，福寿园全年规模净利润 3.73 亿元，同比暴跌 52.3%。这是自2010年以来，该公司净利润首次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滑，曾经的盈利神话不再。而到了2025年上半年，情况变得更加糟糕，上半年实现营收 6.1 亿元，6个亿，同比下降 45%， 净利润由盈转亏达 2.61 亿元，不仅营收大幅下降，更是迎来上市以来首次半年度亏损。这种颓势并非福寿园一家的困境，而是几乎所有相关企业的共同难题。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亏损呢？我们看看，说福成股份的墓位销售、管理以及殡葬服务营收从2017年的 2.27 亿元一路下滑，到2024年已不足1亿元，仅为9800万。毛利也从2017年的 87%
持续跌落至2024年的78%，这毛利78%那也够高，当然它是从更高的地方跌下来的，虽然依旧处于高位，但下滑趋势已经不可逆，也就是这么高毛利的业务居然也能亏损，那只能说明很多人就不选择这个募赞或者是什么这种形式了，一切从简。你毛利再高，没人去消费，没人去买，有什么用？除了福成股份、安贤源中国的销售木位，这个营收在2023年达到了顶峰后便一路下滑，如今早已陷入亏损。中国万同源在2023年有个短暂的业绩反弹，规模净利润达到1760万，但好景不长，2024年业绩再度回落，2025年上半年更是直接亏损939万元，颓势难以逆转。此外，港股上市公司中，中国生命集团更是陷入了长期停滞的困境，2023年以来持续亏损，2025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亏损480万元。看到这些数据，很多人会问，是不是殡葬市场的需求减少了？是不是就是去世的人少了吗？那当然不是，答案肯定是否定的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近20年来，中国人口死亡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，2025年8.04%，更是20年最高，也是死亡的人还是在增加的。2025年是达到最高，那怎么本来的这些殡葬业上市公司应该是赚得盆满钵满呢？怎么还亏损呢？与此同时，天眼查数据显示，殡葬相关企业的注册数量近5年来呈现逐年增长态势，并在2025年达到近些年最高水平。这意味着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行业供给，殡葬市场都处于持续成长阶段。传统墓地企业的遇冷，并非市场容量萎缩所致。那么，传统墓地企业集体失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文章说，没有别的原因，贵是这个行业最核心的问题。贵的人消费不起了，你想，活人都活不下去了，按揭贷款都还不起，你还买个那么好的墓地干什么？中国人自古就有厚葬或者视死如视生的相关传统。经典讽刺电影《孝子先生伺候着》就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现实。陈佩斯饰演的孝子，为了给母亲办一场风光的葬礼，不惜花光家底，背后折射的是当时社会对厚葬的盲目追求。靠着这种厚葬传统和稀缺的土地资源，殡葬企业的核心逻辑变得简单而粗暴，不断提价赚取超额利润，成为这个地下房地产行业的绝亲利器。年报显示，2012年至2017年期间，福寿园定制艺术墓地价格从 25.98 万元增长至 42.18 万元，成品艺术墓从 8.96 万元增长至 10.08 万元，只有传统成品墓从 4.91 万元降至 4.03 万元。一个墓地42万，那很多县城的房子也没那么贵吧？42万在很多县城可以买个100平、100多平的，所以这么整，迟早这种繁荣、这种泡沫，这迟早会破灭、崩塌。但活人为一套40多万的房子，有很多农民进城到县城买房，不就是买这样的房子吗？活人都住不起的时候，给死人买个墓地要42万。从2017年之后，福寿园就再没公布各个产品类型的单价，而是统归为经营型墓穴，但仍旧是涨势不断。到2024年，福寿园单个墓穴的平均价格已超过12万元，贵还是不贵呢？这就是中国人生不起死不起。如果按每个墓地2平方米计算，福寿园墓地单价超过6万元每平米，超过中国 90% 以上城市房价，比肩北上广深一线城市。我想起了鹤岗2万块钱的买一套房，这样的高价格维持了殡葬企业多年的高毛利率。过去12年，福寿园的毛利率均值超过 80%， 被称为地下茅台。2023年其毛利率更是高达 92.8%。 此外，福成股份的殡葬业务板块、万同源等殡葬企业毛利率
基本都常年保持在80%左右的水平。对比房地产企业，即便是在最辉煌时期，行业毛利率也仅仅保持在30%左右。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。2023年，上海松鹤园被爆出墓地最高竟然达到了76万元每平米。上海松鹤园死人住的地方比那个上海的豪宅还要贵，上海的豪宅不才30万一平米吗？这个上海的松鹤园居然是76万元一平米，是汤臣一品价格的3倍。更离谱的是，为了刺激消费，一些殡葬企业甚至企图推出墓地按揭贷业务，也可以按揭贷款。然而，不断攀升的墓地价格终于受到了市场情绪的反噬。实际上，这个反噬不是情绪反噬，是经济反噬，没钱了，泡沫吹不下去了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，对逝者的缅怀从来不是靠昂贵的墓地和风光的葬礼来体现的，内心的思念和生前的陪伴远比这些外在形式更有意义。绿色的海葬、树葬等殡葬形式纷纷兴起，甚至出现骨灰房现象，都是对高价墓地的无声抗议。也就是消费者拿脚投票，这些企业现在搞不下去，崩盘亏损也是应该的。殡葬观念的转变直接导致了高价墓地需求的锐减，也成了墓葬企业业绩崩塌的主因。当然了，这个表面原因是年轻人或者现在的人观念发生变化，实际上不是的。观念变化的背后的原因还是钱，口袋，你口袋越来越瘪，很多面子，很多那种虚荣，很多那种你就不愿意买单了。因为观念的转变不可能说短时间3年5年就转变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真正促成你观念转变，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口袋瘪，囊中羞涩。但你连给小孩辅导费的都是问题的时候，你还去买个那么贵的墓地吗？但你自己住的房子按揭贷款这都没着落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买个几十万的墓地呢？所以你观念不变也得变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什么观念转变只不过是个借口，是个幌子，掩盖这个口袋越来越瘪，囊中羞涩的这么一个掩盖这么一个事实而已。说到厚葬，实际上跟咱们传统的文化糟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在东汉尤其是东汉或者叫魏晋之前，因为没有科举，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科举，你想当官怎么办？中国人都想当官，都想光宗耀祖最好就是当官，有钱的没用。那想当官怎么办？就举孝廉，是吧？曹操嘛，举孝廉。那举孝廉的怎么叫？看谁孝，看谁符合咱们古代文化呀，就看谁孝。你先孝，你才有忠，还廉洁嘛。好，那怎么体现出你孝？就对上一代人，对自己的父母，对自己的爷爷奶奶，对自己长辈要好嘛，孝顺嘛。活着时候要孝顺，死了那更得孝。所以叫厚葬。厚葬不光是说选个墓地贵，把一生的财产能陪葬的都葬下去，就叫厚葬，金银珠宝。所以说汉朝的时候，就尤其东汉厚葬制度导致经济发展也成了个问题，财产都被带到土里去了，大家互相比拼，看谁厚葬葬得多，葬得多就说明你孝顺了，孝顺你才能当官，他这是这么一个机制。所以说整个社会就形成这么个风气。后来三国的时候，这些各路诸侯一旦没有军饷，打仗要花钱，那他们就人家不叫盗，人家直接挖。传言不就是什么摸金校尉吗？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。所以现在盗墓界还有说法，现在盗墓界还说要盗就盗汉墓，因为汉墓有钱，你盗什么宋朝的，后面明清的墓就够呛了，不一定有什么好东西。但是汉墓那里面好东西多，就是当时的厚葬制度。但是曹操后来掌权以后，曹操提倡废除这种厚葬，你要发展经济，你把钱财都带到土里去了，这个社会发展不了啊。所以曹操就反对这种厚葬。这个咱说远了，厚葬就这么个传统，这么来的。这个文章说2024年福寿园金银杏墓穴卖出12569个，比2023年减少3816个，降幅超过23%。这意味着每4个墓穴中就有1个卖不出去。2025年上半年福寿园的颓势丝毫没有改善，金银杏墓穴销售数量仅为6253座，同比再减少 6.7%。 虽然降幅有所收窄，但足以说明传统墓穴需求收缩已经呈现出不可逆的趋势。
抵触情绪不仅仅出现在销售数量上。2025年上半年，福寿园的经营性墓穴的平均售价从2024年同期的 12.07 万元一座暴跌至 6.34 万元一座，同比降幅高达 47.5%。这个就相当于餐饮业行业里面的人均消费，中餐馆人均消费40块，你这个墓穴也是人均消费，以前是12万，现在变成6万，这直接腰斩，6万都贵。大家也知道，这墓穴它只有20年，它不是一辈子啊。不，什么叫一辈子？反正已经死了啊，也就是它不是永久的，只有20年，20年以后还或者是30年，反正它有个期限的。咱们这个土地使用权是70年，墓穴是20年或者30年，到时候你要不交，后人如果不交钱呢，就把你再刨出来扔掉，给别人让位，别人交钱的。所以你交了12万，那只是20年的使用费，不是永久性的。中国万同源在预告2025年业绩亏损时也提出，转盈为亏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受宏观经济及客户谨慎消费的影响，墓地销售单价有所下降。你看，还是钱的问题，不是什么观念还是因为钱起主要作用。曾经的高价墓如今只能大幅降价促销，显然企业已经意识到高价路线已经走不通了。现在人家在拼多多上，在什么抖音上面买个9块9的东西还得左比较右比较。以前咱们消费叫什么性价比，现在消费能不消费就不消费了，就性价比都无所谓了。以前叫消费降级，现在叫消费熄火。你看墓地的熄火是什么意思啊？降级是从12万降到6万，这叫降级。熄火什么意思啊？熄火就是人不要墓地了，人家直接到海里面，到河里面，埋树底下，彻底不要了，不消费，这叫消费熄火。文章说，从目前的趋势来看，高价墓地的市场空间必将日渐萎缩，除了消费理念变化之外，也是消费主体和政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消费降级的大背景让人们的消费观念从追求面子转向追求实用，得如高价墓地这种非必要的奢侈消费，已经有更多人在选择拒绝。福寿园在2025年上半年财报中也明确提及，客户的消费行为趋向谨慎，是业绩下滑的核心原因之一。同时，政策的指挥棒也正在强力引导殡葬行业转向，为高价墓地的落幕画上句号。2025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，要深化殡葬改革，推进公益性生态安葬设施建设。各地纷纷出台具体政策，鼓励群众选择生态葬。深圳政府明确规定，户籍居民死亡且实施遗体火化的非户籍居民，在深圳死亡且实施火化并参加结地生态安葬的，经办人可申请奖励，其中海葬按每具骨灰3000元奖励，广西、福建等地补贴标准达到1600至3000元每具，贵州部分试点地区补贴更是高达5000元。面对市场趋势的转变，墓葬企业积极求变，最主流的方向是利用数字化如科技赋能，将墓葬行业从物理留存转向数字永生。例如，福寿园通过数位礼厅、AI 追思、福寿在线、纪念家园4大核心功能搭建，形成了数字化生命服务体系。其纪念家园云祭扫平台累计使用量已超过200万人次，福寿在线小程序的注册用户已超过11.7万。安贤园中国在年报中也表示，已率先拥抱数字化浪潮，已经推出数字生命体体验空间，融合 AI 交互、云端追思、沉浸式告别仪式等前沿技术。万同源在半年报中也提到，要升级网络祭扫、云祭扫服务。我在想，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？在网上搞这些，手机上装个 APP， 这个有什么必要？我这感觉都是形式主义。其实这新生代的年轻人啊，连这个都应该免掉。文章说，不过实际上，不论是哪家企业，其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和服务都相对比较初级，目前还局限在网络祭扫、AI 数字人等范畴。
在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，这些服务基本上没有技术门槛，还不足以成为企业的护城河，更多只能作为原有业务的附加服务，也就是你的 IS 变成别人的这个财产，对吧？别人的财富，你何必？这不就是叫什么智商税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放在心中不好吗？活着的时候啊，多陪伴，多尽尽义务，死了就死了。类似的情况都在意料之中。这些原本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竞争力的墓葬企业，如科技型企业风牛马不相及，缺乏科技基因，想要通过科技转型走出企业的第二曲线，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成。而为了当前的生计考虑，墓葬企业的出路目前仍然只有降价一途，这就注定了高价墓地的终章仍在谱写的过程之中，并未运行到终结的时刻。高价墓地的落幕不是一件坏事，而是值得庆幸，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孝道和生死之事的内涵。也许思念不再被价格绑架，才是殡葬行业真正的价值追求。这个说的挺好的，也就是说，你的思念怎么能被别人绑架呢？被价格绑架。陶渊明的诗中曾写道：死去何所道，脱体同山阿。这句话道出生命最本真的归宿。生命来自自然，最终也将回归自然。这个确实，你从这个土地上来的，最后回归于土地。你从这个大自然中来，最后又回到大自然。短短的几十年，人们对逝者的缅怀从来不是靠高昂的墓穴来维系，而是靠藏在内心深处的思念。所以我们正好上个周末我去做清明，我今天看了虎穴的这篇文章，这就是墓地消费降级，说白了就是活人没钱了，经济不行，连活的人都不好了，还去穷讲究，追究这些什么面子，花几十万买墓地，有这个必要吗？那为什么有人要花几十万买墓地呢？但还不是被绑架了吗？对吧？因为现在不允许你随便埋，你说随便找个地方给他埋下去，那还挺难的。所以这个社会它是个畸形的。实际上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死的人他哪知道你埋的好埋的差，埋的大埋的小，有什么意义？只不过是这一切都是给活人看的，都是表演给活人看。也就是你花的1毛钱1分钱，你的每一分花费都是给活人看的，给别人看的，不是给死人看的。死人看不见，不知道。你给活人看，还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一个人设吗？就显得自己要么显得自己有钱，要么显得自己有孝顺，要么彰显自己的地位。活人借死人的光，死人借活人的光，不就这意思吗？古今往来多少豪华的墓穴，别的不说了，帝王陵，咱们穷人叫坟是不是？平民叫坟，那个圣人叫陵是不是？树林的林，皇帝那叫陵，皇帝请陵的那个陵墓那个陵，圣人树林的林，牛马就是坟，荒冢一堆是吧？那你就说那些帝王陵又能怎么样？那还不得被人挖开了展览吗？这不更惨吗？还有好多帝王陵没挖的，但是你保不齐未来他挖不挖呀？保不齐这个也有一些帝王陵还没挖，有的还没找到地方，有的找到地方了不挖，但是保不齐以后挖。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什么意义？你给它埋得越好，它越容易被挖开。这次我去上坟也只到我数了一下第4代，就往上倒4代，再往上倒1代都没有了，不知道在哪儿，也不知道，搞不清是谁，也倒到我父亲的爷爷那一代，埋在一个什么地方，过去烧香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，搞不清楚，反正只知道说这是我父亲的爷爷，也只能到这儿了，你再往前倒不了了，所以我估计也只能倒4代，顶多倒5代，就普通老百姓你倒5代也能怎么样？所以厚葬不厚葬，那都是给活着人看的，无非就是为了树自己的人设，给自己的面子。现在经济不好，大家都没钱，赚钱都难，活着都累，那大家自然在这方面就会压缩支出，觉得没有必要。确实也没有必要，本身也没有什么必要，你花个几十万买个墓地干啥？当然有人有钱，你比如说明星，他赚个几千万那很容易的吧，那另当别论。真正的聪明的人，尤其是现代社会近代，聪明人都是把骨灰扬到海里，这是对的，以防不测啊。
免得以后被人挫骨扬灰，对不对？墓被人盗了，或者什么时候风一变，也把你挖出来鞭尸，何苦？反正是现在已经到海里了，你咋编？总之说来说去，现在殡葬行业亏损，大面积亏损，这上市企业这年报都可以看到的，这数字都比较详实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经济真的是不行了。这个文章虽然说是观念变化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经济不行导致观念变化。这个时候观念变化只不过是一个借口，说来说去就是经济不行了。但是这也是好事，也如果说趁着这次经济不行低迷，如果大家把这种铺张浪费的把这种所谓的厚葬这个风气给扭转了，其实好事，社会财富少一点这个浪费。那些什么搞什么电子哀思的，什么网上搞纪念一大堆的，我认为都是叫智商税，完全没必要。清明节上坟对我来说最现实的意义就是运动了，爬了一次山，相当于一次郊游，从这个山爬到那个山。至于什么哀思，基本上也谈不上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，未来经济有可能会好转。但是我希望，即便经济好转，高价墓地之风最好也要刹住，不要再恢复了。活的时候对他好一点就够了，也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要对他好一点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